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姜读歌咏姜第一条。读姜这是读文音，姜就是古早帝王大的所在。即嘛咱讲是拜神明或者是拜祖先的所在，咱讲姜，像讲鹿港天后姜。若分开来讲，现此时头人咧住较特别的厝，咱嘛用姜来譬如讲像讲美国的白姜，也有英国白金汉姜。这个白音读做经，像咱惯势读做妈祖经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姜庙，嘛人读做经庙，会当讲是寺庙，包括着佛教的寺，也有道教的姜庙，互人拜拜祈福的所在。第二个词读做主姜，古早嘛有人讲是花母，也就是亲像花生子同款，也就是女性有身怀胎时，互胎儿发育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姨过去生头肠仔有生的时，子宫花母拢会闷闷啊痛。若是去医生看，嘛去公庙拜拜求平安，落尾才顺时生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姜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经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